位乡亲平安，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18公视台语台 AM 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是嘉义市长的选举，国民党魏敏惠摕到59000外票，拄啊5点外嘛已经家己宣布当选啊。这届寒流是从2011年以来，华人上早出现寒流的记录，合欢山有落雪，珠江埡口嘛有结秋霜。今仔日增加15000外本土病例，连续10天夜悬疫情可能特别反苦，新增了后，恐惊一天会有3万多人确诊。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嘉义市长选举的情形。嘉义市选委会初步的估计，这届投票率差不多是43%。国民党派现任的市长魏敏惠出来选，希望会当连任，伊的票数嘛一路领先。根据中选会提供的资料，魏敏惠上尾是摕到超过59000票，而且伫咧5点15分的时阵，伊嘛已经家己宣布当选，带大家做伙来看现场的情形。是记者即摆伫咧国民党嘉义市长候选人，也就是现任嘉义市长黄敏惠的竞选总部。黄敏惠伫头拄下晡5点外的时阵，是已经宣布伊当选咯。咱来看伊是安怎讲的。因为比别人搁加3礼拜，22天，互大家做煎熬。但是大家没有放弃，就是因为有这种精神。嘉义人看好的精神，永不放弃。中央爱会当正式兑现承诺，互嘉义市过去你所开的支票，你一定爱兑现。铁路高计划应该专业中央来负担，对台铁甲高铁这段的轻轨，我想因为伊跨县市。中央应该早日来做，要拜托中央继续来支持嘉义咱的基站建设，甚至咱有社会福利，咱要做的，请你会当赶紧。是黄敏惠宣布当选了后，是随对中央来发话哦，要求中央爱支持嘉义市的发展，包括铁路高计划等等，中央爱负担，爱专业负担咯。原底各界真烦恼讲，因为这摆嘉义市长的选举是拄着寒流，搁因为安排伫礼拜烦恼这投票率无悬，黄敏惠伫今日早时投票的时阵，一直呼吁讲选民爱出门投票。嘉义市选委会是估计讲，这摆投票率是差不多40外尔，不过看起来这摆投票率低烦恼，并无影响到黄敏惠的选情，要是来顺利连任哦。以上是公视台记者伫咧黄敏惠竞选总部的连线报道。这届选举，李俊义代表民进党参选嘉义市长，即马上新的结果出来啊！李俊义摕到3万多票，选无调。也那5点半时阵，伊嘛有出来感谢选民对伊的支持。希望咱所有嘉义的市民，今日的选举虽然无符合咱的希望。但是，咱共同来祝福黄敏惠市长，嘛希望大家继续去监督黄市长，希望伊为着咱嘉义继续来努力，继续来打拼。我嘛要甲大家报告，嘉义是咱所爱的所在，是咱的故乡，是咱所爱的土地，所以咱继续为这个土地，咱来三甲来打拼。做力啊！不管伫什么所在，一定会甲大家继续为这块土地打拼。安尼好啊无？这届嘉义市长的选举是由国民党魏敏惠顺利连任。这届选举的时间延后，加上天气冷的关系，所以投票率无介悬。然而魏敏惠因为有现任市长的优势，成功拍赢民进党的李俊义，这嘛代表9合1的大选是正式结束。这届地方首长的部分，国民党是摕到14席，赢过民进党的5席。不过，有学者分析讲，国民党整体票数并无明显增加，这个气势敢会当延续到2024年，也来观察。谢谢大家，谢谢。 2022 9合1延长赛嘉义市长选举，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连任成功，拍败民进党对手李俊义。这摆选举延后，加上寒流来袭，投票率无悬的状态下，国民党依然是固守基本盘。因为他是现任，所以相对来讲，他本来就比较稍占优势啊。那么再加上今天因为天气相对比较冷啊，投票率不高啊，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变成是基础支持者的动员会照原有的版图呈现出来，所以这样子呈现，我们是觉得很正常。
嘉义市长选举结束，代表2022九合一大选落幕。这摆地方县市首长，国民党摕下14席，民进党5席，民众党1席，无党籍2席。国民党新旧连任的县市拢有9条例，民进党是惨败。不过学者认为，国民党的选票并无明显来增加，是不是法度用延续起西到2024，这也个有待观察。连任的市场还是非常非常的多哦，那整个选票的结构也没有因为这样国民党有着非常明确的成长，所以我认为，严格来讲，真正该检讨的确实是民进党，民进党也没有自满的空间。哦，所以事实上，我认为明年的总统大选两党都还是有非常大的各自不同的需要努力的缺陷。学者分析，民进党这时阵检讨需要赶紧来找出流失选票原因。所来台北市立委补选，也有内阁改组，拢是机票的事项。国民党也无自满的所在，两党家己内部是法度来整合成功，是选来2024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相信这2天民众拢有感受到天气是寒死死，这嘛是今年目前上强的寒流。根据气象局的统计，这届是从2011年以来寒天上早出现寒流的记录。今仔日18，全台湾平地上界低温是伫咧马祖的南间，透早敢若有5.1度。因那气象局嘛提醒民众，今仔日规工拢会真寒，尤其是暗内西半部，都要注意辐射降温。无排除伫咧较空旷的所在，温度可能无到6度。手机顶头拢结霜，规座山白茫茫。宜兰的太平山国家森林娱乐区透早温度虽然伫咧0度以下，也毋过水汽无够，无落雪，但是也是有真侪游客上山等咧要看雪。水汽减少，所以并没有降雪，但是经过1夜的水汽，还是有形成了很大片、很壮观的路霜。气象局讲，受到寒流的影响，18透早各地中出现立冬起来升低温度，马祖南间就出现5.1度的低温。因那本岛平地上低温度是出现伫咧新北市的富贵港，只敢若5.7度；因那台北站是只敢若9度。18规工各地天气拢正冷，日间了后，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温度可能会更加低。我们预计寒流影响的时间点会持续到明天的清晨，今天夜里到清晨会有非常强的辐射冷却效应。要再次提醒，尤其是西半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辐射冷却可能会带来下探6度甚至是5度的低温。一直到19八月日时开始，各地才会慢慢回温。不过拜三又有大陆冷气团来，北部低温会降到11度左右。到拜六拄是圣诞假期，会有一波冷空气来，强度可能也是寒流的顶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受到寒流的影响，合欢山昨昏半暝气温嘛降真济，加上水汽高的关系，透早2点左右就落雪，了后就转做是冰雪。也若伫个武陵农场附近的苏港埡口，遐嘛有结树霜，规看起是白的白，袂输是糖霜同款，袂少民众是拢看甲欢喜甲。另外，苗栗有登山队初10的时阵去爬雪山，有一个姓林的登山者失去联络，救援人员到当时还搁咧找人。民众伫合欢山本岭停车场等几暝，将伫半暝2点等到今年头一波落雪，也毋过只有落几啊分钟，尾仔就变做落米粒仔雪。虽然安尼，山顶也是开满来赏雪民众，要来体验难得的景色。我们这是台中。高雄几点就要来了？我的话从12点。这还没有那个笼吊，赶快做了，是不是？对啊，我们去路边挖的。去路边挖的。根据气象局的资料，合欢山日时温度大约在零下1度左右，因为有出日头，气温是慢慢回升，水汽也相对不少。前一暗所落的米粒仔雪已经开始扬起啊，未少民众也是把握时间贴雪来耍啊真欢喜。而上雪楼也表示，日时了后就无过落冰粒仔雪了。冰线融化，路面并未结冰结霜。武陵水晶宫路段并未限制挂雪链通行。而加温报道，位伫个武陵农场附近的大7+45公里苏外埡口，关度在1948公尺左右，也出现这个西挂伫个树顶的美景，敢若规个夜糖粉同款，互真侪上山游客看到第一真欢喜，感觉非常美丽。温度0度附近结成了漂亮的雾凇，会在树上、石头上形成非常美丽、类似雪景的北国风情。
另外，叙利亚韩流来报道，救援人员也是继续伫苗栗甲台中交界中细山顶摸到0度气温，伫找登山客。苗栗县消防局表示，车载有16个人的登山队伍，伫爬上中细山了后，队伍内底43岁姓林的查甫人伫花场中，伫泰安乡230林道内失去联络，到即阵也阁四界伫找。记者综合报道。接来，咱来关心国内新冠疫情的消息。国内疫情今仔日是增加15000多个本土病例，确诊人数比顶一个礼拜加1000例。有医师就预估，即马连续10天拢压悬，这是疫情伫要反苦的信号。指挥中心发言人曾仁祥就讲，就最近疫情的情形来看，新加了后确诊的人数一天可能会到36000人，也毋过这个数字也会看情形随时来做修正。国内新冠疫情确诊案例18个增加15034例本土个案，89例境外移入，30例死亡个案。新增加的病例数比顶礼拜日加1000例，增加差不多7.1%。有医生讲，疫情连续10天增加，可能有新一波疫情。目前看起来是会在持续上升，大概是在1月底、2月初的时候，高峰的时候每天停在2.9万到3.6万之间。好，如果说发现我们的最高峰或是说总确诊数已经有超过上一波 BA.5 的情况之下哈，那其实要特别注意一下会不会说有造成我们那医疗量能的一个负荷上升。寒流来，全台湾温度降低和心血管疾病发生率增加。自各地消防局的统计发现，到17尾暗，台北市11个人到病院了救不大，新北市11个人送病院，6个人死亡。彰化县至少4个人到病院之前就无喘气心跳，这一天全台湾就至少有68个人死亡。根据国外跟国内的研究来说，最适合的温度大概18到23度左右。所以当你在起床的时候，你的被窝可能就有接近30度或30几度，所以这时候对一些年纪比较大、这些高风险族群，可能就会有意外事件的发生。医生讲，这个死亡个案大部分拢是伫咧室内死亡，伫厝外颠倒少，尤其是大人、心血管疾病严重的人，伫拄困醒时阵，可能会发生姿势性的低血压，头讲了无顺利跋倒。所以建议，拄困醒的时阵，上好先伫咧面床顶骹手小叮当一下，过一段时间了，才落面床徛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咱来看国际消息。中国清零的政策放零了后，疫情是拖了真凶，各地确诊者是直头增加，即马疫情是真吃力。地区伫北京，政府指定专门收因为确诊来过往生者的火葬场，拢总有10多间。因为骹手无够的关系，加上死亡人数大大增加，即马排队的情形是真惊人。另外，为着防疫，北京当局嘛开始予民众使用用喷的新冠疫苗，希望会当来提高民众的保护力。殡仪馆外口车队排甲真长，火葬场进前穿着防护衫的工作人员无闲甲棺材送去大楼内底。中国清零政策实施了后，疫情拖真紧，各地确诊的病人汹汹增加。北京10几间政府指定确诊过身病人的殡仪馆火葬场，因为确诊员工增加，骹手无够，加上死亡人数汹涌增加，出现排队状况。有骨头红的业者透露，为初次开始放宽防疫政策了后，逐天平均的死亡人数就比过去悬。北平东郊一间殡仪馆嘛表示，一天要烧掉确诊病人的遗体至少30个到40个。为了防疫，北京当局嘛开始用新冠喷雾疫苗替民众做疫苗。伫中国放零防疫政策开放社区发烧门诊了后，各地病院去看病发烧病人人数都翻倍增加。就连北京体育馆嘛改做临时的发烧门诊。刚刚开放的时候那段时间，然后我们医院的发热门诊和急诊是暴增的门诊量，然后我们的每天的标本量也是特别多的，然后这2天还慢慢有所缓解吧。中国一边有防控制中心的流行病学专家高俊友17出席财经周刊举行的年会，财经年会2023演讲时阵讲到，中国一淡了后，新冠疫情的传染率会达到10%到30%。中国疫情如果会正走一方三坡，分别是12月中旬到正月中旬，以城市为主，偷偷拓开的头一波疫情，甲春节前后民众回乡过年，甲登去工作的stra期前调，会分别正走一波的疫情。如果当季因为确诊死亡的人数上少有126000人，上悬会达到672000人。国际新闻台是董平玉。镜头转来咱国内，平遥延长的方案年底进前敢会公布咧？
行政院长苏贞昌强调讲，目前已经伫咧上尾整理的阶段，若是有新的做法，会随甲大家报告。不过，即马两方的关系是真紧张。美国 CIA 中情局的局长就警告，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即马是愈来愈大。也佫讲，习近平已经下令要求中国军方爱伫咧2027年进前做好战争的准备。即马大家伫咧关心兵役延长方案伫咧年底进前是毋是会公布？因为年底进前即个剩两遍行政议会，当时要决定，行政院长苏贞昌讲已经伫咧整理阶段。比延长要经过各部会详细的盘点，大家都在最后整理的阶段，一有新的做法，会适时向国人报告。两岸关系紧张，毋但是国内注意兵役的问题，国际上也关心台海的局势。美国 CIA 中情局长伯恩斯警告讲，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愈来愈大。CIA 情报讲，习近平已经下令要求强军伫2027年进前做好战争的准备。But I would not underestimate for a moment, nor do any of my colleagues here at CIA underestimate his ambition to control Taiwan. 时间点，它应该是一个动态的一个状况。基于攻方跟守方的这实力原则，如果说守方也就是台湾的这个防卫能力增强，那我想，这个攻台的时间就不会这么早，甚至会无限的延后。应对强军的威胁，国军也继续增强防卫的力量。传讲海军完成东部地区机动中队部署，将会进驻向3、向2等飞弹的机动发射车组。未来也会搭配部署花地鱼叉飞弹。海军正低调回应讲，兵力的整建甲部署，拢会依照敌情的威胁、作战的需求，抑个国军整体防卫构想做好规划。记者综合报道。即马年就要到啊，小三通当时会恢复咧。袂少大商拢烦恼讲，过年进前的机票恐惊会抢无。今摆的政立委发起限外小三通的游行，按算伫咧24来举行。伊希望讲，上紧伫咧明年1月份，也就是小三通23周年的时阵，会当恢复小三通。因若上班爱伫咧新家进前。针对这点，陆委会就讲，新家进前恢复小三通，一直拢是市政府的目标。不过，即马中国疫情当伫咧滚价，要爱谨慎来评估。还我小三通！还我小三通！大写话限外小三通，由今仔2个政立委周年中甲陈清宝发起的游行，会伫24下晡举行，去立法院甲行政院请愿抗议。因为不满小三通冻点3年，即马疫情转好，新正佫伫要到啊。原本机票只要6、7千块的台票，即马煞着要超过6万块，而且佫抢无，互民众是真不满。希望民进党政府毋通佫走动啊。春节前明确的定开航的时间，我们都可以配合。但是，是不是民进党政府那个阻挡非常明确？障碍既不在大陆，当然就在台湾。几个同乡会嘛表达支持，希望上紧会当伫咧2023年1月初2，也就是小三通23周年，上班新正进前恢复。针对这点，陆委会表示，新正进前恢复一向拢是政府的目标。而且中国疫情严重，要是爱谨慎来面对。政府了解金马乡亲希望小三通客运早日复航，但目前此时此刻，对岸疫情空前严峻，加上离岛医疗防疫量能有限，为保障离岛居民健康安全，仍需审慎以对。陆委会强调讲，会伫完成评估，而且充分准备了后来做说明。另外嘛，话讲希望中国学生来台湾读册会当赶紧恢复。陆委会甲教育部随时拢会当就两花原本就有的业务联系平台来进行沟通。记者综合报道。第宜兰南蒙澳的下港大桥，经过2年外的重建，今仔日下晡总算是开放通车。交通部长王国才讲，这条桥是以耐用的年限100年来设计，比国内一般的桥以50年来算，标准要搁较悬。因为未来这条桥的管理甲维护，经过开会协调了后，要是决定由港务公司来负责。看伫大桥通车进前，真侪民众伫桥顶来翕相留念，因为等2年5个月中建，宜兰的南方澳大桥将完工，伫18号正式来通车。我们这几年来在大桥重建的过程中，充满了考验，除了对旧桥的拆除、新桥的设计重建，而且还要面对我们疫情
的挑战。南方澳大桥的开通祈福典礼，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人拢亲身来出席。离火锅这座大桥，第108年10月7日火一放登记，得着桥卡的3只渔船，6名的外籍渔工死亡。巡逻当时恐怖情形，惊险闪过一劫的司机，印象依然是真深。那个桥不太对劲，跟我平常在开的时候不一样，因为那个桥手都已经在抖动。新桥中建伫第2年的7月开工，用9亿8千万块，全长796公尺。交通部强调，内古年限100年，有抗腐蚀甲耐冻的设计，比国内一般的桥50年标准也较悬。新桥甲旧桥上大的差异就是巷道真悬，也佫有桥边拢有有悬甲加宽，并且甲原先的混合车道改做汽机车分流。另外，南方澳大桥后续的维护管理，最后由员决定是由港务公司来负责。其实港公司也不是没有专业，港公司很多港口的建设都是他们自己做的，港公司的人才也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协调好，就是由他们来养护。南方澳一个叫做花卉之乡，说讲新大桥的造型元素，也采用大型花卉的意象，代表大戏入港。嬉戏大丰收，希望连接观光行销，和桥梁成做当地新的地标。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受到寒流的影响，台南以北、东部地区也有金门、马祖，拢是呈现柑仔色低温的地步。也那高雄、屏东嘛发布温色的警示。为延远到明仔载透早，各地拢会真寒，温度可能干那5度至6度。明仔载日是气温才会豆豆回升。不过，接落来拜三，阁有一波新的冷气团，咱台湾北部的温度到时可能干那会到10度以下。咱再回来看明仔载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上低9度，上悬17度；中部地区上低7度，上悬21度；南部地区上低7度，上悬23度；东部地区上低8度，上悬20度。咱来看外岛地区，上低7度，上悬18度。也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的，请继续收看台湾技术报，我是丹尼，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